神啊，生死由命，富贵在天。今仔日是你的大喜之日，你就莫阁管这庸事咯。阿爹，这毋是庸事。英大呀，马家花轿已经伫大厅里等咯。敢讲用的退婚的事？退婚是毋免，这门婚事我根本就无答应。英大呀，婚姻大事是该由爸母做主。事到如今，敢阁还用伊敬假的心？何况马家是财大势大，马家财大势大，这是马家的代志。我的心，我的忠心，早就暗许互娘兄了。我甲娘兄誓不动亲，誓动寸，我宁死也毋进马家门。为何甲你攀这门的高亲，敢讲有委屈你心？阿爹，你一定爱我上花轿。哼，花轿已经来归半步，还阁有啥物一定？好，如你意中定亲。对啦，安尼毋才是孝顺啊。杨哥，我有一件代志，求母亲做主。什么？你还阁有条件？哎呀，你着互伊讲嘛。讲。旧情两纸，白纱顶，红馆内面，我要带白绫。花轿上昂南山顶，我要梦情来去。又处理一派胡言，今日迎亲，好日子去坐西人，我的母亲。呀，老爷你暂时对听去。哼，拢是你成歹。这个好的女儿，因金兰之家，情义中你莫怪英大的心伤。花轿升到迄个南山上，你着破例占伊。自世转世，你交管了，才会今日负命，全部将。赶紧西装，花轿上，别项的代志，免得参详。这上马家还阁陪伴。你这个囝仔，你明明要甲我气死！王贵，王贵，今仔小姐西装打扮是
地上讲的梦已经到啊嘛，叫天桥。喂，天桥！媒婆啊，啊是咧创啥咱会天困啊？公主啊，哎呦，你迄日都甲伊讲好啊，啊，都新娘要去祭墓啦。唔爱，新娘哪用去拜墓的啦？啊，都足冤我都甲你讲好，你嘛有答应伊啊？啊？我敢有答应？有啊，你答应伊啊。好啦好啦，无咱规气咱在遮等，啊叫林心甲会去着，叫伊哭较紧的。好啦，真心啊，恁去敲墓敲较紧的，阮在遮等伊就好啦。
啊，
虽